方嘅魚子收翻埋啲咁一得，收個風你兩個高冇笠到埋你，過唔到一隻陳俊一先，攞翻上個波去埋㗎啦，見到啲話，哎呀，好食呢球波啊！彈嗰隻腳面啊，彈個直線埋去就冇用。睇埋先，啲嗱唔好搞咁多佢話，因為都呢啲波咧一不留神咁啦，俾對方就咁多波就好危險啊！始終都係打少個個優勢冇咗嘅，仲要俾對方而家係追翻球，成個形勢係逆咗㗎。1-0都好，打少個時間咧都係會贏咗㗎啦。咁如果打和的話咧，馬講到會有8分嘅，孟加拉會係2分。至於新加坡就5分啦，印度2分啦。咁啊，新加坡對印度未踢㗎嚇，咁啊晏些少先至會10點鐘開波。睇埋咧就新加坡對印度嘅賽果啦，先會知道啦。經過咗4輪賽事之後個最新嘅形勢同啲分差係點。但係就11月份我哋仍然都有主場。中孟加拉11月都係主場，到時候就新加坡隊。謝家偉。呢啲啊感動啊嚇！無論贏波抑或和波，我哋繼續支持啊，永不放棄。將你嘅大腳就啱出嚟界海，冇問題啊，守好佢。只要球隊嗰個國際喺度嘅話咧，就收貨㗎。其實呢兩場入球，即係入場嘅數字方面咧，我個人係相當開心同埋感動點啊！4萬幾，以往我哋好多比賽 A 級賽事都好，坐爆旺角場都唔容易，但係而家你4萬幾人入場支持港隊，呢份熱情，結果開埋陳，繼續開通埋坑佢，都唔使。哦，話俾翻都係唔到喎。批咗一爭喺個頭度。係啊，似乎李霄恒塊面就食咗對手嘅，應該俾咗孟加拉嘅罰球啦嚇。咁啊，再換人喎，作客嘅孟加拉咁啊，而家換入呢隻20號嘅球員咧，就阿卡樹入場啦。個前鋒抽起咧就托普嗱，因為嗰邊都知道，你攞1分咧話就話仲有啲所謂數字上嘅出線可能，但其實就名存實亡嘅出線可能。其實孟加拉係要搶3分嘅，所以而家都換個中鋒入場啦。20號嘅阿卡樹入嚟抽起後防嘅托普，打到21歲嘅前鋒啊，亦都係人生第1場嘅國際 A 級賽事。先啦，嘉榮。好多小動作啊！嘉榮接咗個波，我咪亦都係扯一扯，慢慢嚟啊，唔好急啦，因為始終呢個形勢唔係咁好啊。攞到1分都好過冇分啊！搏埋呢段去，我明街夠唔夠快？唔夠快啦，因為個波始終都係大力個頭啊，馬馬都已經係個龍門已經禁區佢立曬㗎啦佢。係。如果呢個比賽完場，無論如何啦，講到都仲至低限度啊！我諗今個晚上過後係榜首之一嚟嘅。揸咗分差有幾多咧？會有真係有分數上面優勢啊！定還是新加坡如果贏到印度就會追平個分數，就會2隊8分啦。就已經冇咗分數優勢，但係都只能夠哇！呢一組好混嘅，其實都有冇想象中咁強，本身應該最強隊嚟嘅。好啦，轉身又去到，嚟自查祖利啊嚇，回翻轉頭先，咪聲好問題，呢個波波一個遠射，咁樣做埋都冇份啦，個波好在就成。吹罰翻轉頭，個波攞到㗎嘛球證，竟然個波吹罰翻轉頭，吹快咗啊！係咯，因為呢個波立到嘅時間，佢點解要吹罰得唔係好明嘅真係。
咁有時候球證都可能會緊張。李霄恒又攞到波，點解咁大機會個波要去嘅？係啊，我就以為呢個波係越位定乜嘢添啊？出發。好啦，咁啊，港隊前場有個自由球先啦。咁啊，本身當然啦，最好嘅判罰就俾德益啦，先啦。咁樣就俾咗個罰球，黃威去搞啦，出大心啦呢球波。快啲翻流啦！快啲翻流！快啲！又有啲閃腳喎。咁由頭到尾都有一啲情況啊！再彈地，攝人哋先，小夏。踢出10秒，6分鐘就冇事啦。但係呢個教練似乎有能力喎，直接抌入去喎。烏甸啊，手榴彈炸到埋去，呢邊落基和山拿拉就咗先啦。個波有啲太過腳拉唔過後添啦，佢減粗左腳喺攻去崩咁解啫。呢個就好難射變咗就，應該都夠鐘嘅。好啦，嘛全場結分啦。咁啊，結果咧就係呢場賽事方面啦，嘛港隊對住孟加拉嘅比賽，咪1-1啦嚇。嘛最終啦，我哋其實上半場曾經一度領先嘅，就喺5階12碼就幫港隊36分鐘先開紀錄。之後76分鐘啦，周元德就2個紅被逐離場，港隊10人應戰。84分鐘拉基荷山把到一次機會，協助作嘅孟加拉攀成平手，最終嘅比分啊1-1，大家有得亦有失。孟加拉開咗各失2分啦，孟加拉其實出線機會就名存實亡啦。至於港隊方面呢，亦都係叫做痛失2分，不過都未算話最壞嘅賽果。咁而家都仲有8分嘅我哋。咁你都仲係有8分，咁仍然都仲係有咁嘅機會出線啊。不過就有啲可惜啲啦，一路打落嚟。